宏福苑天價大維修令到居民懷疑當中係咪涉及圍標，政府喺2016年要求市建局推出招標妥，申請樓宇復修資助嘅屋苑都一定要用。宏福苑就係其中一個例子。我哋訪問咗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發起人趙恩來，佢就分析咧，如果顧問本已經屬意某啲工程公司，可能會隱瞞關鍵嘅資料評分。顧問公司亦都係某程度係一個專業嘅失德或者違反呢個專業嘅操守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候呢啲嘅違反，咁其實會唔會係一個刻意嘅做法咧？就算係真係你捉到佢係刻意去隱瞞嘅時候，咁其實佢可以話啊，我去到睇50幾60間嘅公司，我掛一漏萬嘅啫喎，我睇漏咗佢，或者我查漏咗佢，咁其實已經可以過到骨嘅。咁其實呢個位其實又未去到刑事嘅成分啦。市建局去到你個工程承建商出咗世之後咧，咁其實佢嘅角色已經完結㗎啦。宏福苑嘅大維修之所以會變成3.3億嘅天價工程啦，主因咧係業主大會投票選擇更換咗全部8棟樓宇外牆紙皮石嘅方案。如果業主揀建爛補爛，只係做必要嘅工程同埋修補破損嘅地方，工程嘅造價係可以平一半㗎。招標妥咧會有獨立工程顧問按照市價估算工程造價俾業主參考，而市建局主要係確保公帑資助，係用必須嘅工程項目。趙恩來就話咧，發現一啲懷疑圍標嘅個案，有人咧就會喺籌備招標嘅過程入邊加入非強制嘅工程，推高造價。喺2019年嘅時候開始入場做，佢預算佢做到2026年，7年你請一個專業人士，而嗰個專業人士做勘探，你唔單止係要揾人去睇喎，你要做家訪喎，嗰陣你仲要去到做一儀器嘅探測，一個專業人士將要做7年嘅工作，其實你講緊你攞50萬請個石 Q 都唔得啦。假設就係啲持牌人係有個道德責任，佢係有一個道德嘅一個職業嘅操守，去到獨立於其他人去到監管呢個工程啊嘛。咁但係而家問題係顧問公司本身就係圍標集團嘅一夥啊嘛，甚至乎係一個關鍵嘅角色啦。屋宇署同埋房屋署啦，咁其實佢哋嗰個政策嘅原則就係佢相信專業人士，比較少去到睇住或者派人去落去睇下呢個工程係唔係符合政府嘅要求。因為而家就係顧問公司就恃住自己冇人去到監管佢啊嘛，咁所以先至個圍標問題係越來越嚴重嘅嘛。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執法部門如果主動啲去到叫做冇得叫監管啦，去巡查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唔會咁放肆啦。喺即係嗰個法律或者守則上面比較寬鬆，再加埋個信任制度失衡。其實過幾廿年嚟，我哋冇出事係咪？你好彩咯，